其实这段时间，警政署是全力咧扫恶。伫新北市的泸州破一个偷笑的集团，这个主嫌自称是大联党的主任，长期暴力偷笑，搁甲恶势力扩张到桃园地区，叫细汉的到被害人的徛家破贼喊大门，只要讨无钱，都会将掠起来修理，逼人还钱，有够恶质，袂输是无政府的共款。也毋过小摆无落魄的久，警察攻破门，甲人总藏起来。执勤队员全副武装冲入去交泰所，直接甲嫌犯掠起来，因为因全部拢是暴力偷笑分子。那压制嫌犯，那用破坏器具甲密室的大门拍开，这就是因用来关人、拍人的小恶处。集团7个人当中，防护组坑洪世林的主嫌是泸州5个出名的地方人士，佮自称是大联党部主任，变成是以20万的行情价接受委托，共恐吓偷笑。过去佮把后白果掠伊的破案刑警方判刑4个月。那伫泸州为非3座，2年前，伊个老人走去桃园区山黑白喷漆，有从事小额放款的一个高利贷不法行为，多是年纪偏长的计程车司机。另外，若是欠钱的人无在条还钱，嫌犯个人甲因关伫东口的密室，警方阁真正有敲到卡镣手铐、道具钱，阁有照记。针对安尼犯罪行为，108年行政议会通过刑法修正草案，加工人自强条件改造伫公共场所有3个人以上，若是命令2摆无改线，罚金会增加到8万块，而且增加一条早凶器造成危险的加重刑责，罚金嘛会增加。修法之前到现在的发生街头击中斗殴案件的一个下降，是有下降达30%之多。修法产生效果，警方嘛真全力维护治安，警政署长嘛下令要大扫恶，要让这闹事分子继续创收。